被譽為咖啡界嘅 Apple，一杯手沖賣幾十蚊嘅 Blue Bottle 咖啡，而家同日日喺度出緊特價 coupon 嘅瑞幸咖啡，變成咗一間公司。呢個係啱啱發生嘅真實商業併購。今日我哋拆解一下 Blue Bottle 係點樣由一個186尺嘅破舊車庫，行到被矽谷嘅大佬追捧，賣俾雀巢，最後又成為瑞幸咖啡嘅一個高端品牌。創辦人 James Freeman， 佢本身係一個單簧管嘅樂手，佢一路喺度揾緊工，同好多人一樣。2002年嘅佢揾到一啲佢唔中意嘅工，亦揾唔到一啲佢想做嘅工。而佢嘅業餘愛好就係烘焙咖啡。咁佢一開始做咗15000蚊，喺加州嘅奧克蘭租咗一個186尺嘅棚屋，買咗一個破舊嘅烘豆機，就開始創業。由於佢厭倦坊間嘅連鎖咖啡店都係提供緊一啲過度烘焙嘅咖啡，所以佢定咗一個規矩，就係只賣烘焙之後48個鐘內嘅咖啡豆。做咗2年嘅農夫市集，2004年佢嘅單位面前已經有3至40人排隊。2005年佢終於喺舊金山開咗第一間實體鋪頭。其實喺咖啡界分咗3波嘅咖啡浪潮，第一波係罐裝嘅即溶咖啡，主要係提神之用。第二波就係以 Starbucks 為首嘅連鎖咖啡店，佢哋講求飲咖啡嘅空間。第三波就好似 Blue Bottle 呢一種精品咖啡，佢講求嘅係精品同埋風味，強調嘅係淺層烘焙同埋原味。而 Blue Bottle 嘅首間實體店，因為喺 San Francisco， 而呢一個地方就係 Apple、Google、Netflix 等等嘅跨國科技公司嘅所在地。Blue Bottle 對咖啡嘅追求，等同於呢一啲科技大佬極致追求產品，反叛傳統嘅精神。正因為咁，呢個咖啡品牌就受到 Twitter 嘅前 CEO、Instagram 創辦人、Google Ventures、Morgan Stanley 全部都跑嚟投資。一個咖啡品牌，佢嘅估值去到7億美金。2017年，即溶咖啡巨頭雀巢用咗5億美金去收購 Blue Bottle 68% 嘅股權。Nestle 咁樣做，最主要係要補完翻佢高端品牌嘅缺失，因為當時 JAB 集團收購咗 Peet's， 而 Starbucks 又喺度推緊佢高級嘅 Reserve 品牌，而雀巢手上只有 Nescafe 同埋 Nespresso， 佢哋急需要一個高端品牌嚟彌補成個產品矩陣。買入唔使10年，雀巢最後都係將 Blue Bottle 嘅線下門市用唔夠4億美金買咗俾瑞幸咖啡。其實我哋望翻過去 Nestle 5年嘅股價，佢跌咗34%。佢而家只係賣咗 Blue Bottle 嘅實體店，佢保留咗最賺錢、最易於擴張嘅包裝產品、膠囊同埋 RTD 市場。另一邊廂，瑞幸咖啡2025年最後一季嘅營收雖然增長咗30%，但係佢嘅淨利潤跌咗差唔多40%，整體嘅營業利潤率已經縮水到去6.4%。靠呢一種9.9嘅消費 coupon，佢帶嚟嘅增長已經見頂。所以喺呢一個中國咖啡品牌競爭十分激烈嘅環境底下，瑞幸咖啡更加需要一個高級品牌嚟擴充佢嘅產品線。呢一個亦係中國品牌向海外擴張其中一個策略，因為一夜之間收購咗之後，佢多咗一批海外嘅門店同埋一批忠實嘅用戶。呢一個 channel 定期會講一啲品牌故事同埋營銷策略，有興趣嘅話可以 subscribe 我哋，或者留言話俾我哋聽，你下一次最想聽嘅品牌係邊一個？